再来看彰化市的中山路一间卖冷奶店透早火烧，可能是对1楼的办公室导火。经晓伫3楼甲4楼甲来的大人甲囡仔救出来，因为因拢有互烟扎着，目前是拢搁伫病院在治疗。另外，伫中华北头有3合院的火烧一个99岁妇人不幸往生，起火原因搁来调查。 规间厝拢去互火烧去，物件拢臭火焦。厝主等到现场整理，受到逃生的过程，有关是心惊惊。出去门打开，这种烟太重，我就关起来了。马上打电话给家里人，结果发现他们也都困住了。 2时半暝啊，中华中山路这间车联行向导火烧，消防出动近50个人去拍火，因为那树就是对1楼的办公室导火，内底阁拢是工作机械甲车联啊，乌烟是一直冲对楼顶去。消防队3、4楼啊发现6个大人甲4个囡仔，10个人拢去互烟砸着，紧甲救出来送医。意识皆清楚，送往医院急救。另外由于该户安装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 受困者于第一时间可以报案。那其中一位70岁左右的男性病患，因为到院的时候已经有沙哑、呼吸道有阻塞跟咳嗽、呼吸急促的情况，所以就紧急插管。另外一方面，伫中华北头提头路这间大厦厝，2时透早4点嘛传出火烧，消防接到报案，随赶去现场拍火，虽然真紧就把火拍花，不过有一个99岁妇人已经不幸死亡。这边也冒，这边也冒了。 整间房间都在冒，在冒啊，还有黑烟笼罩着啊，叫你人进不去啊。死者后生这细蛋的厝主表示，老母因为行动无方便，拢是坐轮椅，规家伙仔拢带做火，可能是火炭了收紧，才袂赴走出来。这2件导火详细原因，搁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